给水。啊，我唱啊，再一遍哈。确定喜爱，好，确定喜爱，给水哦。该多好，该多，再说。确定喜爱，给水哦。好，谢谢老师了，谢谢。对，声音很小。学破音哦。这个没有用，这是假的。这是那个接效果器。接效果器。这还会崩吗？一样崩吗？你把那个就是每一个一直动一阵子，对，就看它应该就不会。可以哈，这个是吧？这样还会有吗？应该都没了。可能回去要喷那个了。对，你再那个回去再喷包一样。切就啊？什么？你刚有吹口琴吗？没有啊。有，刚有吹啊。吹一下。就是那个爱要说出来有吹一下。好，可以，谢谢谢谢。好，那这个可以给我用哈？可以，这次就是你用。好。那我这个架子就没关系了哈。啊，谢谢。可以，他们知道，但我跟他讲，我配拿走就好了。然后你那个烧掉了。对对，那没关系。会烫。没有，要买那个啦。对，或是买，对，或是用 BOSS。我。他有时候会宕机耶，应该是他的问题。我到，没事，烧掉丢了。了解。对。9伏特，那你就买那个，应该买 BOSS 就好啦。不是，你买 A
各位乡亲，大家好，各位乡亲午安。下面的时间呢，也应该呢，后尾太阳呢，全部俾到根本下晝嘅節目全部都準備所以呢，節目呢，隨時就要嚟開演了。承蒙大家當主頭按夜嘅時間來到了現場，你呢？共同嘅限慶呢，老大家講，也疫情關係也當到呢親戚的朋友非常嘅注重政府單位所嚟實施嘅一系列嘅防疫措施，所以呢非常嘅希望所有嘅鄉親對咗政府單位呢所實施嘅呢個規則呢非常嘅尊重現場呢，我哋就睇啲110年呢客家歌手演唱會呢，同樣嘅喺製作單位上頭交代下來呢，共同嘅呢也係非常嘅尊重、遵守了所有嘅規則，所以落來鄉親就全部健康。講呢演唱人員也係打過3劑嘅所有嘅小黃卡啦，所以呢也出嚟演唱間呢也冇戴口罩你嚟演唱呢係照正政府嘅規則希望大家你哋節目停咗嚟演唱了，希望大家。
利县客家歌手演唱会，山城乡音迎好客。我们节目开始，有请你最奖的节目主持人许皮吉，来刘佩琪姐姐。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琪琪。乜人講啊？好背係嘛？按姿勢，按姿勢。那這邊人呢，按講呢，期待長久嘅，所以呢，大家呢，下晝頭時間呢，也冇做乜嘅，就來看。看演唱會，看你客家嘅歌手來表演，色彩非常嘅佔到。因為下晝有嘢嘛，當然，那地圖有了嘛，當然，嗰時候你來的就唔會差嘅。係講呢，人親戚朋友也係講，我看見呢網友過來殺到天花，用拉嘅，唔用大，一地圖呢，也做唔得呢，講嘅手機嘅會響，嗰時候睇下手機嘅嗱佢搞震動，啊嘛，做得嘛？按住些大家，那今日呢真嘅非常非常嘅歡喜現場呢遇到貴賓好朋友也來到現場，那琪琪呢今日呢也準備有2神三副，嘿，你講呢，我三副唔喺家看啦，因為睇家呢你講呢木主呢也有非常非常好嘅一個呢看的感覺，同時呢我有一隻搭檔。搭檔呢，啲地圖空地呢，冇邀請佢出來打下呢，佢會當活著啦。來看慢人哦，來請出場咧！哦，大家好。你剛剛有想講，我不用去改一下到地圖，冇邀請出來嘛，老師？係啊，有人唔識記嘅嘛？喂，麻麻逼逼嘅麻麻逼逼嘅。麻麻逼逼嘅意思嘛？係呦，按叫冇看到嘅啊，天氣班用係冇啊？天氣班講喊叫冇看到嘅叫見了係嘛？喺藝讀到我用冇呢？用冇啊？頭擺我當鏡哦，係，啲黑麻麻逼逼，係，按叫冇看到你確診嘛？我用條線天天。懷孕了？懷孕了。非常嘅歡喜真嘅一年一度啦，要同林老師共下都有舞台腔老大家來見面，客家歌曲呢要好聽冇？真嘅當好聽，大家係客家人嘛？係唔係客家人咩做得彈客家歌呢？真嘅係安尼真嘅非常嘅歡喜，老師。嚟，神夢大家真嘅按住聲了。講真嘅睇咗5年了，第5屆。第5屆。難得延續到了下，不是的，全國性呢，名聲將了苗栗縣政府嘅特徵，用客家話傳承，打出去，每一年看見都會整潔，全部拿起的咧。安尼樸素一下眾賞鼓勵。我記得前幾年嘅演唱會係2個專業獎呀。有。我前年2個啦。前年2個你講前幾年29號嘅年，去台北兩，結果先做演佢講個盲人要這個達標要3萬嘅，嗰時候也係大家嘅努力，苗栗縣政府所有嘅公眾人員真見大家3萬下來先。開始體驗下。演唱特別高大也希望也希望呢個曲作，連演副前場，嚟大家做上，同歌作，真嘅按姿勢，曲作係嘛？咩也係面前也有一個太傅來，人講太傅去太傅唔係真嘅會幸福，嘿，你看父娘妹相長啦，我見到太傅就會幸福啦。要得帶定。最曖昧有啲喊音唔得出聲嘅一下就轉後上。但是我音唔得出。還有一班嚴重嘅參選人吳順順、兩公婆。左邊有到現場啦。係錯。有頭多面啊。頭多面係啊，個還有呢有咩係廣播界的你講呢名廣播主持人羅玉妮小姐，兩公婆按姿勢。因講呢，怎麼因講兩公婆？因前邊安排真件表演有兩公婆。前邊冇可能阿總嘅阿總嘅，
媽媽要來啊？余文忠哦，有啦，哈，叫媽媽啲俩啦。最重視嘿，媽媽你好，安子生。廣東講咧，按叫嚇，按多人來嚇。免疫創造增建可見可點嘅嚇，即講來參加咧，利用呢個客家文化發揚下去嘅人數越來越多。但是咁樣呢，就因為疫情嘅關係，錯，將頭坐下冇窮樣嚇。要等於老人家講嘅啊，嚇冇愛出去啦。但是嚇，我講嘅呢度最健康的。就係你健康勇敢。那這邊為了都係係身體健康，係啦，安全冇確診冇兩條線啦，係嘛？所以上課嚇，我俾落課狀報告。第一擺按照以前嘅關係，上課啊，做嘅差唔多一般嘅啦，就較少啦。啊，有啲老人家嘛，我看佢唔係唔去創嘅啦，但我話嘅佢確診嘅佢唔敢講嘅啦。啊，但是有人講嘅嘛，當多。當到啊，出個外面要講你啊，出馬講，係要保險嘛，係嘛，可能見行見快講嘅。其實嚇，你已經也麻麻逼逼常態嘅啦，呢當然也要一樣嘅狀況之下，所以講按你冇辦法避免講嘛，哎呀，做唔到呢個講到這真得強勢。其實咯，已經就係輕強口嘅打針過以後的那種叫做小感冒。係啦。係，一系列吼，你講症狀聽啦，冇講一嚴重啦。嗰時候大家呢吼，身體平常一保健，嚟多唱歌，嚟多看表演，你身體咪健康。對下啲譬如講，唱嘅呢個劇狀流嘅嗰種嘅嚟結講，基本嘅嗬，嚟到看節目嘅，冇喺上台講話嘛，講喺上台啊，等下結束架嗬，真嚟落睇架。好，你講下唱。節目做冇精彩，係冇笑呐。你一神盲地位哦。所以今年咧就看嘅卡士都啲，我哋就發千體閃嘅。真見。個老師咧就話，按多年70年在客家嘅，我哋按多老同事、老朋友，經常在電視台、天台打分數咧就講下當好嘅朋友，來我哋上天上結果，苗栗演唱係真實嘅，完全是模擬唱嗰種作品嘅。所以這次係喺呢度上網啲嘅，極光啦嗰度演作，安子生，新歌當好聽，以後慢慢咧你就就會了解，共人唱出共人彈，對，呢三個第一集節目，嚇，先來一個開場嘅舞台，那係呀，這個講邱可芬嘅吹舞嘅嚇，佢哋表演嘅嚇，講蔡苗栗演嘅嚇，我相信大家呢嚇全部認識。那邱可芬老師嘅應證，禮拜嚇佢嘅學生嘅嚇，全部都托緊學當講當播。我嚟表演本大家嚟看。用是咩嚟？用客家嘅歌曲嚟舉出嚟本大家。查唔會查，要係客家嚇。你安排，一度會看到動作都傾死啦，看到按到一個好聲，一度來到嚟檢查。新夢大家來歡迎，小柯款，係勁舞嚇。
姐，我咪当上白话了，哎呀，看你的身材，我伫拄啊当上白话，看到佢要按听啊，要动听啊。哦，你还有唱歌啊？有哪你我冇晓唱歌，阮曲中就有晓唱歌冇。我们迄单顺走过来你嘛？啊，哎呦，我都数那个周素儿、周议员、孙孙素儿，哎呀，儿妈妈木子呆呆的，看到无马子，就讲吼，个贡献人真的是你啊！樊阳爷，安子生。我听我讲的，其实都同志啦，同认同啦。单讲闽南顺走过来啊，哎，所以人生就会安样，有论过啦经验就刻过来咩。错啦错啦错啦！也喊呢林老师哦，经验真丰富的事，还有呢资源真多哈。啊，老验政府呢又批合定的哈，哎哟，啊我哋后批的人哦，就真嘅动听，就共同讲啦哈，嗯我当有想要去留大家共同的来为了文化两杂事哈，让万去传承啊！要读到局长，老局长咧就当有想要讲嘅客家话要动真啊，尤其係吼嘅個俄羅隔離吼，講嘅客家話咧啱爭啊！佢係加過來嘅呢，哎，係啊爭開始講乜嘅漂亮事咪唔得，係嘛？好，你講嘅啱爭嗬，千難得咧。動波誒，嗰時候你哈苗栗縣大伯就得獎，大伯就拿到動多錢了，未必千多錢呢。台灣付出啊！做乜太陽單都講嘅，係有機會啊，希望國家隊嘅預算嗬，本來呢個客家文化呢，誒冇啊，神包有我唔是。哎呀，你哦哈，安尼個帶你去做街頭藝人好誒，係嘛？你美麗縣政府要有街頭藝人哈。了都天子黨嗬做啲綜藝節目做慣嘅，所以有啲話唔係將當神聖嘅節目嚟當會綜藝衰啦，當會綜藝衰啦，跌一下是看嚟翻跟斗一下。做下樣嘅啊，就俾老嘅都格到嘅啦。啊，錯。好啦，安尼咧唔好講咁多，要唔要當主頭啊？如果按多年，還是當反義呢？真嘅哦，比錯比較多哈。哦，多咧。我的粉絲來，還沒嗨，不還沒嗨，黑嘛，你看衝着我來的。那楊妹妹的粉絲都來。我唔記得了哈，8月初6在苗北藝術場啊，那晚上場那個更精彩，更多人。我喜歡莫人講林老師的粉絲頭來。不是呢哈，有粉絲哈。按多年呢哈，倆對倆那個從倆縣政府開始指示到倆哈，後得有那個幕後的茱莉亞傳播公司的莊麗華。莊總監，今天在無驚無私的為了我們客家的文化，佢係原住民，專門做原住民的節目了的話，一般原住民，但是呢，佢看到客家按有情，按有熱情咯，按好跳下來做，真嘅，嚇，佢冇傳承佢咪做，按呢方面係想，兩年後曲中啦，嗰種錢了解啦。係，嗰時候唱幾十番啦。啊，什麼呢？我哋木開會了了太樂吹中鄉青道樂隊。尖叫聲！當到嗰陣了，談到位哈，做係佢編曲嘅，尤其係英雄淚。哇，鍾老師哦，鍾老師那一張啦，鍾老師起來嘛。好，謝謝。我們節目繼續呢，也是1808年受嚟製作嘅出山嘅一首，86年前呢，好多人唱嘅一首客家歌曲啊，老安尼嘅曲種共用嘅啊，當時哈飛平又飛平嘅，佢唱嘅《劉神仙》，劉神仙，各國安先生，送上鼓勵。
的瞬间，目顾一条线，明亮的光芒就是梦，请无伊对爱献的真心，莫笑莫是心醉。安子说，唐爱设计是好容易嘛？唐爱生嘛？唐唔生呢？哦，也很编编好一只客家人的呢。会讲客家话嘛？不会难，公路某经营清章了，但是整个你老师调整之后，老师好，就喊做对了哈。老师，你这么行路狒狒呢？莫衰名声系嘛？你这么半夜哄起来做嘛？硬衰唔听咩？硬衰唔听啊！半个喵呀，係嘛？傳播嘅喵係嘛？喵公流喵嘛，特別細個班嘅咩？我借來借去啦。嘛個你都臭聲去哄起來，嘛個冇聲係嘛？傳到嘅寒蟲啊，結果做乜嘢做馬嘢？嘛抽起學地路嘅吧？沒啦，佢自家吼，挺興奮的，講呢，挺激動的，因為一擺吼，客家嘅演唱會，高水演唱會有3場。佢說今年吼歡喜到衰唔提，自家都跟哄起來唔知做乜計咩嘛？係啦，明年呢就係獎勵以前寫歌嘅哈，就唱頭下國嘅唱嘅，雖然好多年。但是呢，對你客家嘅文化，人哋用從頭開始放到你當會講客家話，所以呢，你就係成功嘅一步嚇。苗栗縣政府嚇一出帶通咗多啲下來，真見嚇可圈可點。邱總講你咪天好，邱總幾定係好容易。佢呢種用係見邊唔可以講天呐，哦，也佢吼。緊靠哦，那嘢吼，佢上來去啊吼，佢打扮一下，根本就唔可唔識咧。好啦，呢呢節目繼續嚇，因為嚇呢個有舞台，本期就不一個唱一首啊兩首歌嘅嚇，明年呢嚇喺原來舞台，所以本期就有一個表演嘅時代嚇，接下來就可能硬水唔睇你啊嚇，講嘅什麼呀？佢做乜呢？我冇一個做乜嚟嘅，係都電愛啦。電愛嚇，其實呢嚇，嘅吳如意老師呢，佢平常都可好演去上班，佢就親愛唱歌，因為係有啲頭婚人錯。哈，佢說呢，從了當後堂啲老師兩片哈，強下呢也有從老師嘅歌曲，那為唱歌，老師呢就講有請佢來唱歌，吳如意老師。好啦，就來歡迎吳如意，來大家掌聲歡迎。
奖诶，你看那个吴如意老师按奖，看舞群呢有没有懂奖有嘛？哈，可看性非常的高哈，安志生老师，谢谢安志生。同在今日部的，还有老太家介绍的哈，也做係桃园新凤園嘅加多條分來，啊，講嘅客家話呢也重爭嘅哈，所以講呢條合唔啲，得平常呢條，你都天師當呢度出來哈，啊，這個後生人做歌嘅佬，你以前嘅國曲，所以我猜。客家電視台以及講客廣播電台、台灣電台。安尼啊，哎呦，介紹按度冇中上一下一樣嘅喏，係咪介紹嘅按度要講咯？唔該，最要動作。得禮拜呢，即係固天呢，台灣電台佬、講客電台呢，禮拜日呢就會有無共樣嘅時段，我出來希望大家多多嚟支持鼓勵哈。好，你在啲節目當中呢，介紹嘅係咪？係咪吼？有請安尼呢，唔講呢傳統戲劇。第二台也下呢已經呢吼出來，吼唔講到舞台當歌，我來推廣也係表演呢客家嘅傳統戲劇。所以呢節目安排係老中青、老中強嘅節目，從傳統一直到下流行歌曲，嚇麥雞曲風之友，新夢大家嚟帶來係二台哦賴仁正老師的女兒，就係戲劇學院。哈，藝術學院畢業嘅，你係帶啲嘅同學嚟共同嚟表演無共樣嘅哦。還有嘅朋友傅秋英老師，安個賴仁正老師正經尤其係今年嘅安多年哈，對咱嘅客家文化先正經傳承到哈，大本大家嚟，你再次嚟鼓勵佢哋嚟出場吧，來喲，哎呀，來個，來咯。
节目那天咧，本大家人哦耳目一新，有嘛？有啊。你客家嘅文化，从开始一直到嚟下，尤其係演狀樓、口狀樓、同口狀、韓國曲狀嘅舊體講，而天面一年都有無窮樣嘅，就係將呢個客家呈現出來。所以在此呢，真件唔簡單。我看見用啥？來光迎着，哎呦，你找係什麼啊？看廖啥么做吼，都低度，你都低度，你都攞俾廖啥，按你眉來眼去啊！啊，實在看唔過眼。嚟，我講一下，係嘛？貼拍，你猜你嘅台灣嘅苗栗嘅人才貼拍到，真嚴當到啊！我講嚟到你，佢唱南京出來啊！我哋都開始，哎呀，我啱南定，你都看到睇，人哋做藝術學院畢業，我講咧，老啲按到咧就二胎咧就本嚟都機會舞台。神望呢個政府單位，神望院長，神望苗栗按自細哈，本二胎呢哈，做得出來呢哈，又加舞台。我實在是當下問賴認真老師，你冇人用按不用咯，又做得唱，又做得盤，又做得打，實在下咯，因為訓練咧咯。嗰樣嘢睇下好哈，睇講啊，我想做劇師的4年嗬，4就學爸講啦，嗬，我爸足講啦。佢做戲嘅都話咧戲棚多啦，嚇，所以講咧從細咧嚇，即係講，所以係教育一重要呢。我唔敢講係一成功啦，起碼咯，無奈何聽到安尼，嚇，其實阿爸阿媽咪嚇，啊從細開始就安尼嚇，三弄四弄啊，慢啲弄啊，其實有興趣啦，所以佢哋嗰啲靠嚇戲劇學院啦，所以其實佢本行嚇，佢唔係客家呢，佢係做京劇呢。哦，佢京劇啊，京劇哈，但是我唔係。過了紅洞縣，將士來在大寨前，微聲開言我心內唱過往的君子聽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轉於我那三讓把心傳，就說蘇三本命斷來身邊傳馬，我當報還有啲台灣咧，睇下啲苗栗人，條客貼俾要介紹下，咩要安好阿爸阿媽、傅朝賢、賴仁珍，帶定一個家庭，能得本期一胎傳一胎，結果嫁嘅下那好，青出於藍勝於藍。哦呀，沒有啦，其實我老師也很成功啦，佢哈，高中一考大學嘅下面，考戲劇學院啦，哈。加京劇科也嘛，京戲科主任嘛，哈。一有名嘅人咧培養啦，哈，就講啊，多利，你來考我們大學部的經濟系啦，講不行，我爸說要考客家系，講為什麼呢？講因為我是客家人，啊，所以講哈，可能啊哈，安尼唔係對啊唔對啦，我某嘢學行業啊，我有以前人從事成過啊，所以呢，佢呢天嘅行業也客家一條路啊，所以呢，我同佢啊哈，嘅興趣啊，經濟。京劇實係轉變到客家一片啦，嗬！我唔係講對呀，按你轉到一成功了，按你轉過來一成功。唔係我近排莫喺邊嗌死氣啊，佢唔會叫，你叫嗌啊，你叫那又唔會叫，我人睇。一老土嘅講法嚇，真係正統嘅當出片咧，所以咧，一時之啊，真件咧，我老土化啊，我講啲客家話嗬。當到講話，睇嗰度要按土樣，我講係，所以係條邊要寫一條稿啊嘛，你話嘅比堂啊，上一度嘅阿媽條邊要講羅比啦，結果要等於講話依 PV 講乜嘅，做唔得講狂口嘅啦，喺乜嘢都調絲嘅都講羅比上多比堂低，我問要撈頭都舌頭虎狼低好。今日正件當神夢咧，賴仁珍先生嚇，帶通了呢個客家文化，尤其佢按多年來咧，得到按多個獎，能得本來嘅苗栗人嚇揚眉吐氣，尤其係通了當年咧苗栗呢個客家演唱會，做到按成功，本大家可傾可點，神夢雙頭嘅政府單位，按自身，還有咩鬼啊？什麼同學咧？多啲人嗰個同學嚇，係啊，同學係嘛？啊，同苗栗人啊，係啊，所以呢個節目90%以上全部苗栗咧，
哈，从我苗栗咧安排，原来安尼个客家嘅苗栗两位人才特别多，所以以后往年呢，要想上头哈，多多嘅哈，经费很难得嘅哈，他多得嘅啦，来什么大家？安子生，安子生。来，即係我同大家講嘅地方吼，我哋話吼，生以苗栗人為榮，苗栗天業，苗栗為榮。安子生。來，姐姐，上海來，大家聽到嘅哦，他嘅啊，啲客家最傳統嗰種他係咪？頭擺結婚家嗬，係咪他嘅客多？錯。打啲打打啲打打，咁啊嚇，打打啲啲打啲啲打打。好，呢啲客嚟嗬。將啲人嚟改變到現代社會嘅嗬，現代嘅流行歌曲，嚇，叫相親了，相親了，來睇下現代嘅改變嘅嗰種另外一種嘅相親，無共樣嘅客家流行歌曲，仲顯文相親。大家好，大家午安，我係仲顯文，今明年帶來兩首相親送本大家。好嚟，
对，乡亲，乡好来，那亲，乡亲那前多白啊？提到英雄好哎呦哎呦，汉。好汉章有系法度啊，系啊！啊，面前永远系乡亲的嘛。卡数，好啦，一直忙干嘅啦本後尾四阿哥響度咧，所以咧帶通看得到當多時咧流行歌曲嘅，也要當多時咧安尼客家苗栗人嘅後生一片。後生，見來見到啊，來，見嚟見到啊！接嚟介紹一下，朱鵬軍英雄好也漢，係後狀元，來來，英雄好漢，送上分享。大家好，英雄好漢嚟咧啊，送俾大家。给我们后面的英雄后汉，然后你就可分舞蹈有团了。名批判，係嘛？哎，啊個鄉情歌後吼，全部嘅英雄好漢，真有發脫鄉情啦。所以今日安排節目吼，留籌備共樣哦，全部都有劇情嘅，有劇情。節目嘅音樂歌曲嘅意思含義帶落來。有帥哥，有美女，有美女。條是做緊啲共情朋友啦，政府單位啊條啊壯觀啦，看下你哋有用心冇啊？還有，老師，家下呢，你想要鉗電機，跟你鉗，跟我鉗兩張。要不然你還有氣啊？其實啦，安尼吼，嘟嘟吼，係嘛？最主要係帶通了後生嘅吼，從細細開始啊，帶到邊個較高，嚇，也就講也要傳承，也要記得阿爸阿媽啊按用心，也希望大家吼，共同嘅，嗱，也下一代度度講客家話。老師，你苗栗縣政府長有冇講？我每次都人嘅曲風吼，一直嘅
改编的了，你样诶，甲遐个曲风就无腔样啊，叫咩老师做的啊，完全无腔样诶，无有传统诶，也有现代诶，嗰时老师唔要腔样有进步，是吧？现代把这个口语化啦，乡土口语，听得多人都讲嘛，该客家话，有的后生啊用反过来他变到他听唔识。就跟客家国语咩？係啦，早期咧一個也有青島，80年代、70年代、90年代嘅歌嘅，咁今日後生一聽到嘢我按龍年代我也喜歡，但係我聽到而到啲我年代他還喜歡老師寫的這些歌路團君，你喜歡老師的嗎？喜歡啦，所以我今天唱了。係嘛？你知道有看落拍嘛？唔會嘛？不會啊，唔會啦，一直在創新，一直在創新，係嘛？係啊，佢說一般後生人爭啲啦，後生人講老師會很老派嗎？唔會嘛？唔會啊，但是佢本人係老帥哥啦。實在年齡偏嚴的啦但是我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多想莫去想咁多心情開朗，做會唱按後生，我今年已經71了。可能數類呢？老師，你做嘛泄露年齡的秘密？嗱，我講啦，我表示我當健康啦，大家就按健康啦，真嘅啦，希望大家啦繼續嘅最你台灣雖然講佢專門賺錢啦，專門賺錢，但係佢對你好多人傳承客家文化佢做按有心。因為佢帶苗栗呢，也佢們係總苗沙期嘅發展。理事長。對，係嘛？理事長。介紹嘅莊長民，佢創嘅客家話，加嘅客家話雖然講廢平要當到佢好老強調，但是你講到廢平佢曲做就見死。佢聽已經學咗30多年咧，嚟介紹莊長民典型嘅欣賞，掌聲鼓勵。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天上暗淡無聲歌。
谢谢安子 C， 安子 C， 俺带你的腰接出来哟，谢谢。含杯哦，你要不要讲客啊？係嘛？冇哦，也會創客教歌，創都唔會講客家話，本來唔會講唔爭嘅。哎嘛，佢莊長明老師其實係受司機當多年的，哈，老師談懂，還有上間我就受司機嘅，我細細間就受司機。14年前佢認識個安耀善咩嘅？係啊，佢當耀善啊，個好多年都嚟創客家歌，係個飛平，唔怕。飛平係咪要唱？要做到用心。用心呐，哈，很仔細。也台下呢，哈，又來到一位貴賓哈，佢喺一拜呢，哈，年長線嘅，哈，我們的黃萬勝先生。黃萬勝先生，大家掌聲歡迎佢，很仔細。今年呢，從頭開始咧，看到了哈，莊長明按用心嘅水果，睇啲有嘅舞台，你一聽到本日就哈，當用心嘅一個歌一唱嘅好嘅，人哋想。台頂得過來大家來共同嘅空中見面，面對面咧，就介紹出來。就冇簡單啦。所以今日看到頭多面看到咧，全部都係苗栗人。苗栗人，佢一帶苗栗人，雖然講佢係河洛人，但是佢以前係灣里係嘛？帶灣里嘅。泰甲。哦，要過泰甲海過來灣里啦。啊，啲係日本用咩係灣里嘅？灣里，佢用灣里。所以咧，介紹都係旁邊呢啲嚇。呀，依咩係審查？因為啱啱董事長講審查嚇。係審查。我講審議嚇。審議。嗰啲確實係審議。審議員啊，哦，一邊有審議員嘛？有嘛？有啊。老鄉都有。按子聲。當到鄉親了就話。哎呀。都為到安尼嘅傳承嘅文化，所以咧，青島嘅南北來嘅學生青島，將我兩個都算唔算係帶過去到？但是你記得咯，8月初6，還有一場，一場哈，我看到一場，而且節目很精彩，我看到一場，乜嘢？林振業所教嘅學生嘅體習，民國72年啷嚟學嘅，到了下出當道裝唱片，你係都唔知嘅。我要介紹本大家。好，都是大家一天來看。當然也當好奇，林在一教的學生哪一位是第一位？第一位。他算是第二位。第二位。佢出過6種全息的6種。係，佢說呢，哈，真係冇簡單哈。按住說，讓下嚟殺下來。啊，你介紹嘅陳子瑜。去年呢，當有前面阿婆帶燈嚟學嘅陳子瑜。哈，今年要出一種新唱片。新唱片，係，讓下帶嚟乜個歌曲？快樂衝神仙。哎呦，我哋按讚哦，大家唱個快樂衝神仙。嘿，打破嘅啊！謝謝。各位觀眾，大家好。
现在疫情严峻哈，祝大家可以帮台湾加油好吗？你小年纪安慰老台湾加油啊 ，boy。对，亚叔各位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每天都快乐像神仙一样。快乐像神仙一样啊哈，唔好按烦恼啦。还有生意怎样？快乐就会好像神仙。喺譬如我講客家話嗬，要到一樣嘅，客家話講普通話關嘅。關嘅。係，但是呢，我哋話帶通嘅係乜嘅？頭多面係可以講客家話，所以喺天師台也好，按多年40人年咯，不管係天台天師台講，係頭多面係可以講客。按你就要帶起嗬，唔講客家天台啦，張宇潘法。好，就要你客家天台全部咩人啊？共同嘅睇盡量喺你哋客家嘅三茶。哈，如果苗栗嘅三茶，盡量會帶出來。安志生、陳思宇，係嚟殺下嚟，林老師。啊，然後呢又轉翻冇強用嘅一個表演嘅呢。咩苗栗人嘛？強用苗栗人了，啱啲個幾苗栗人了。嗰個呢嗬，老安啲父兄仲有關係，關係當親咩？用妹子啊？係咩？真係有關係呢。佢出世喺太湖鄉。其實我老太傅咩當有演員，太傅當到牛年，藝帶藝出來欣賞咧，就係太傅人，太傅人土門手。哦，聽到啊，唱嘅技術各位，唔係藝唱嘅，牙妹唱嘅，八公八婆冇自己冇自覺，嗰種牙妹唱嘅，啊，嗰係民國當然啦，76年㗎嚇。啊，你眼睇懂些啦。都77年㗎，佢都特別輸客家本色本嘅。我當78年，佢開始唱客家本色，你知道了。哦，然後變成國歌了哦，哎，你客家嘅國歌了。好啦，哎，要不然太傅出了青島嘅名人哈，真今年咩在青島嘅將喜事會來了，全部太傅人咯。嘿，啊，一出來，我哋盡量讓苗栗人帶出來。嘿咩，然後呢哈，要在歌數呢，佢有城市客家歌手之稱哈，嗰個呢，佢有得到呀金曲獎。嘿，客家嘅歌數最好嘅客家歌數，實在冇簡單。講呢，人又後生又斯文，啊，又帶太傅，你看太傅實在好地方哈。所以今年入圍金曲獎嘅韓國咧，往年嗌咩金曲獎嘅？係嘛，唔要金啊！重賞鼓勵啊，老師就要重賞。我哋帶落嚟咧金曲獎嘅哈，就係本年嘅大家哈，共同嘅水平放起來。係啦，來介紹一下。東東康裕環出場。大家好，邱总好，还有乡长好，各位长官大家好，大家是帮忙，是帮嘞，已经讲杜瑶诶，好，今日当翻译真咱的故乡哈，以及今日当苗栗也报嘅時間呢，咪係啲台灣青創業嘅時間，故說呢，技術各位呢，帶來一首當有正向力量嘅各位哈，就是各位很多Mr. Wonderful， Mr. Wonderful， 你講客翻譯嚟講，王德福，哎呦，以後哈，你講，你為什麼不是唱張福德？我講張福德黑白當唱，因為佢係白講哈，全部可以唱嘅得嚟哈。故說也是各位呢，希望代表你鄉親朋友，福卡全部圓圓滿滿，各位今年啊，獻出好嘅演唱，好不好？好，支持哦，好。宣布 Mr. Wonderful 好嗎？加油！好，提出各位做，加速各位的 Mr. Wonderful。这太加速了啊！1999年60歲嘅 Mustang。沙漠生活公路，綿綿嘅青春，我在眼睛上一條河，也嘅快要愛到心肝土，打開你行嘅地圖，把這張很多路向 Las Vegas 嘅路，用手數天數嘅要天，天發地發，天窗胸行，過來。
唱歌，我本幸福。Believe me, I'm your Mr. Wonderful。家族给沙漠生活公路，年年的清晨，我从眼睛上一条花，也给破呀，爱到心肝肚，打开你行嘅地圖，來執掌很多路行 Las Vegas 嘅路，兩山數天數嘅一天，天發地發，天作永恆。要讲出来啊！要讲啊！没有 ，wonderful，wonderful，呀，是过去下本林正义老師啦。有樣冇樣？幾個嚟客家高手地位 Mr. Wonderful。咁我講真實，啊，幾同啊重複講嗬，劉龍昌，劉龍昌，係。咁我講，啊，兩位嗬，其實最崇拜、個最尊敬呢，最林老師。因為講呢，冇簡單，從多按崇高的地位嗬，唔係講年紀啦嗬。還身體很好，這是我們的目標的客家狗，所以真正的目標。我講真實。哎樣啦，身體很做得咧哈，你繼續下一位你文化一大邊啦。啊，最重要係哎樣，雖然個40人嘅咧哈，啊，咁樣係要有錢哈，你繼續下一位。錯。哦。東東哈，我從前幾日咧要帶佢來到共享介紹到節目當中，但是咧按好嘅，你苗栗嘅人才呢哈。佢歌曲繼續一樣，除了金曲獎去帶休，今年沒有嘅哈。有出新唱片，今年有出新唱片，去年冇。今年有出新唱片。錯，也開始新唱片的歌誒。所以呢，就會特別來睇下介紹。佢講當年呢，在啲那個縣政府嘅支持之下呢，就能得唱到很多有名嘅歌星了條，來到嚟現場，然後呢個空中見面哈。見面以後，然後嘛現場見面。係啊，冇簡單了。講是林老師的演唱會哈，很難得有按多有名的歌手多，and 苗栗縣集合。光是為了這個，and 你俾掌聲鼓勵一下好冇來？廣東講啦，要哋會賣面子哈，要哋按到來啷個捧場哈。啊，個實在唔係錢多錢哦，啲費用搏唔得出來哦。要到一佢家咯，啊，90萬有人還講還用個槍啦。講到錢，我們縣政府辛苦了哈，縣政府辛苦誒哈，這些。食材也有樣啦哈，但是哈，我就講一年來啊，你共樣一樣嘅哈，出錢出力去做啦。冇錯。但係啊，當然愛留賦予呢個雙頭單位哈，多嘅就算是國家單位，乜嘢要好好。林局長現在已經開始知道明年大概要啊。
啊，明年我哋中央啦，我帶青島嘅好歌曲哈，冇錯我介紹青島嘅對人嘅文化先喺度進步大成咧，都仲強。做佢啲節目啦，做啲節目，切都閉無中央嘅，係咪要明年都冇中央？好冇？好。喂，唔過今日吼，李老師，本來是要給我哋太湖嘅大家長有到現場啊，誒，鄉長誒，湖南咩現場，落到現場，鄉長安之說哦。隨便讓大家聽下朋友講，今邊係唱歌喺度看一下，就睇電視就來呢，當無限呢，最近當無限啊，吼。安之說，曉得安之說。好，我想呢今邊節目哈，繼續嚟必進行哈。呢個節目當中呢哈，我盡量用呢個本能嘅條關係，能得來節目排下去，每一首歌曲只有舞蹈，然後把現場各方面哈比較平靜的單位把它帶出來。本他嘅很討厭條嘅，就喺度帶嚟咩？出來嚇。帶一首歌嘅，但其實一首咩？客家歌數，客家歌數。講出嚟先係啊，帶動唱嚟啊。好，做得，好。帶動唱嚇。好。一首歌呢，也輕矮，也聲音，技術歌嘅客家歌，我愛講出來。這樣子哦，下次再引少年哦，給聯合大學嘅系主任啊，客家系叫東東。你怎麼找一個最難的字來教大家？愛同愛兩個字是愛，好容易冇乜曉講呢。用愛講就叫啱咗來。後來佢就人哋客話嘅愛啊，要跟愛是一樣的，對不對？比方說我愛你怎麼講客話？我愛你懂嗎？那我要你呢？中央啊！所以嗰種，我哋發覺到那個顯著啊，那客家顯著當上司啊。這個就是我們節約最重要的最精髓哈，兩十四中央。講到愛呢，同誰會講愛的時間，生理跟心理一次講完了。愛講出來。好，對。他過來他，愛講出來。亞沙人呢？叫我嚟做咯。手出上，不中山眼線，一次不敢想，一次不敢講，將本愛勇氣，本愛一隻氣味共存，定嘅感覺。喂，唱下好冇嚟？我這比誰會看透？將愛燃料，因為愛跳到掌握，變到愛用。一次不敢想，一次不敢講，將本愛勇氣，本愛一隻機會共存，定嘅感覺，叫我做夢，來，1、2、3、4。
靠天喜爱。各位乡亲朋友靠天喜爱。太福乡总爱太福田，靠天喜爱。副乡长、邻居长靠天喜爱，邻居长、副乡长靠天喜爱。记最爱。还有一段音小大概啱 voice 哦，接下來帶來係客家嘅故事嚇，做乜嘢呀？同 Annie 嘅演唱會名稱同樣，客家故事有40啊。好啦，客家故事。好，耶穌各位呢，喺講係有很多年，從細阿哥唱到變阿叔嘅嗬，唱10多年嘅，我想總有一些回顧一些佢面對嘅事情啊，各位，人生嘅歌唱其實我想千人民主講，得件事情認真做都做得咧，天下嘅事情我認真做都做得咧，除非有非常非常好的福報，各位嗬，會做到當聽，人生累咗快樂當初錯冇？錯冇？耶！各位耶穌各位呢，於是我想下半節解樣嘅啦，嗬，耶穌各位，也送俾你所有鄉親朋友，你。我記得專業復習，叫我講客話，我叫你講客好冇？愛講客，做對冇？按字聲。愛係客家故事。愛唱客家歌，希望世界有千多嘅夢想，相信上網從人潮沒路。青春係藝術勇往直前行嘅歌，我哋超人係愛嘅座右銘，衝動斑斕燦爛愛長地，我哋超人生活意識也會磨練，愛係客家故事，愛唔單唱唱客家歌。只愛黑歌，愛太貴都不會錯，愛衝到紐約哭，也曾到雪梨唱歐洲國歌。聽客家故事，總係唱能夠味，身上係翻有時嘅。愛唱啊愛唱啊，一浪一春。愛唱啊愛唱啊，春夏秋冬。從到從那愛叫路，叫路夢着走了愛小路，世界高一些人馬匆匆衝手。有時10多次㗎。將個人的地圖計算的項目比，看見那把夜落雨，你的青春的魔法飛走嘅路，愛的人生就係一場旅行，上百位交通途上寥寥嘅無奈，半夜吃住天空漫湧流，咱們愛來共下唱客家歌，愛唱啊愛唱啊，一浪一春。愛唱啊愛唱啊，春夏秋冬，從到從那愛叫路，叫路夢想走路愛小路，手裏嘅歌一些野馬匆匆衝手。愛唱啊愛唱啊，一浪一春，愛唱啊愛唱啊。春夏秋冬，從天空衝到岸呀，從西雅圖衝到別那首，秋夜歌咁繼續衝衝衝下雨，秋夜歌咁繼續衝衝衝下雨。
下摆有机会多转来哦。哎呦，我当你准备来哦。你还享受的嘞哦。讲有当你准备是麻烦的哦。啊，有创5升呢，24小时 7-11硬创。啦，东东年的好朋友，老谢一位了的哈。错，家人就来，什么？安子生东东，安子生。可以讲咧，他可以讲咧，苗栗出名青岛，因为有舞台，有舞台呢，叫做足可以发挥。真嘅咧发挥哈，也杀下来哦，要咩让学生嘅了。啊，而家教育安会冲过诶。呀，陆仲强哈，唔係講安尼單槍苗栗，安尼咧，入啲節目咧多樣化，介紹係美濃嘅妹，美濃妹嘅，嚇南妹哦，佢帶來因為夾嘅高山，當鐵樹，當高鹽，較溫暖嘅聲，非常亮麗，亮係有唔講嘅悠悠嘅聲音。要說各位哈，愛唱好也無咁簡單的歌曲呢。民生面前下各位哈，大家嚟睇下中上曲，帶來新聞，正常分享。謝謝老師，謝謝講嘅主持人，我係美濃妹上曲。
生，真嘅无好唱的一首歌曲呢，香菊老师。南部安尼呀，对咧客家歌曲有之前哈，他家那个天视台咧就，他家也讲老爷大擂台就看得到。看得到。啊，同接咧就呢，我哋就邀請嘅全部做喺正件嗰個實力派嘅，能夠喺台上嚟出來嘅。好啦，姐姐，什麼？安子生。好來，呢個歌曲呢，哈，尤其喺苗栗縣呢，有愛傳承嘅人才。有，唔講呢，作詞作曲嘅人才也有，他個人唱唔係傳承嘅人才，也作詞作曲，馬間就有啊，係啊。阿哥呢，在今年啊啲咁多年來，你看，每一集嘅節目安排嘅舞台都係啲台中來啊，台中政府嘅同心舞蹈團。舞蹈團有針對嘛？有啊。那個萬小姐哈，對，還有呢，萬小姐哈，帶頭嘅了哈。針對哈，還有邱可芬老師嘅舞蹈團，都是非常的精彩。為了這個呢個客家節目，音樂唔看見到，當年呢，為咗個年的客家歌暗好聽哦，批了舞了就哈，真嘅希望呢雙頭了就哈，都會用心。它有可看性啊！你講呢，像呢王新飛老師、王麗華老師嘅你講兩姊妹嘅，佢哋呢我嚟表演唱歌，行嘅扮腔嘅，嚇嘅學員就刺通伴舞。啊個彈嘅下。楊妹妹老師咪強用，當新歌嘅，一下新歌嘅啦，當到新歌嘅，以前寫嘅啦。但是呢都唔識彈歌嘅，客家歌鄉土口語化歌曲，嚟帶來嘅嚇快樂港田園。港田園，安子生。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大家好，歡迎大家，安子生，希望大家快樂港田園。好朋友，掌聲在哪裡？來一回快樂嘅，都是給港田園。七做八做春暖夏涼，歲月幸福也快樂。阿母來港田，喂，阿母雜雜嘢，阿家山歌。
个班班的人讲法，好意思的啦。哦，预算喽！头发起那来呀来个好，爱你3万做我认可。阿哥3万来呀来唱山，你爱山来去当车哟，嘿呀落地嘿，嘿呀落地嘿。
扶，你不会和声那个扶老太的哈。好，什么？谢谢。消费呢哈，老师呢电话带动了呢，就是原本的电话哈，当乡土的口语化的歌曲，而且非常的闹热。虽然我写动物但是哈，这些歌曲哈，冇舞台带出来哈。今尾有用嘅舞台呢，做奖了呢咯，基北地。闹热。本大家去香水下讲，哦，原來以前啲歌曲咧，對我咩當鬧熱呢哦，我係漸漸整見到扶老太咧。記得會唔會比面前嘅人較痛啊？會唔會舞台啊？向比變轉來啊？強強做唔起去啊！哈，強強講出來，為什麼呢？一鬧熱就係按呢，加冇辦嘅嗬，大家有冇個辦嘅人記徛數。我看，真係有呢，你阿媽個年代年，我就是個豆腐天年啦。好來，接下來呢，你有請下嘅歌聲呢，哈，佢係廖秋玲老師，那佢呢，佢係宣傳師，佢呢，哈，係美聲協會嘅團長，那佢在學校呢，也係教講客家鄉土嘅語言，哈，傳承客家文化以有線嘅一個老師。講嘅老師，那唱歌呢非常嘅好聽，尤其傳統嘅歌曲非常嘅好嚇。嚟帶來歌曲，哎呦，鬧熱大擂台有哦，我諗講佢比賽又特別就冠軍啦。咁講佢嚇一傳承客家文化呢，係真係正確嘅嚇。帶來歌曲係《公把婆》，安子聲。什麼大家？又在廖秋玲老師。從現代呢對啲在啲桃園地區哈，為啲客家文化得到千多獎喺度啲啦。
今日又來到成眾啦，去到清華大學，係錯。啊，因為好嘅人才呢，對啲文化先咧傳承好嘅，呢一條學清揚出嚟。所以啲咁多年呢，你帶通到啲入去學，見邊學，如果有機會，一興見落大家落見面。唱歌伴大家彈，好彈冇？好彈哦，好彈。好，新夢大家安子聲。安子聲。講到講八婆，喺條嚇下到青島嘅人哋嘅嚇傳統嘅一條嘅風。我細年當好唱了條歌嘅。哦，因為當成次啦哈。係啊，日下呢兩公婆要咩來了？要咩公婆？公八婆爬過喺嘛？兩公婆。謝謝。安子聲，日下呢兩公婆樂團嚇結成呢嚇一位啊，金曲。去年的金曲獎。去年。去年金曲獎啦。入圍。你客家話講嘅青態啊，我哋話試嘅。過咗講去了，挨未會講你嘛？你未講啊？係啊，挨未會講。挨唔會講啊？你唔會講，你咪留羅時豐咁樣啦。羅時豐啊？個試演客。試演客啊，你試開強啊？試開強。好啦，你介紹呢？嚇，睇下新竹人嚇，先聽你呢多元化開放。好，介紹係今年一位金曲獎嘅。鄭中偉，係兩路啊哈，非常嘅富產富水，帶來兩首好聽嘅歌曲哈，聽說係歐愛歐愛。看其實樣板件撞鄉土嘅歐愛，錯哈，來大家眾上分享。好，大家好。大家好，你係兩公婆樂團，係我係講會了腔啊，嗬。係我係講試演腔。試演腔。OK， 基本因為大家應該橋演發行嘅準時咯，按到昂啊兩條歌曲嗬，因為我嚟咗讀強嘅時間，東校教嗬，當你教不愛彈，所以應該知道嬰兒出嚟昂啊，嗬，然後上強融，所以做一個雙關語啊，所以大家彈看啊，你用爸爸然後媽媽嘅角色來重本，我嚟咗彈啦嗬，什麼大家昂啊，什麼大家？下一條歌本意，種做的木經橋啊，哦呀，係你最後留愛講解法。第二夜面夾輪呢，看到條白界之家，哦呀，是最愛的老你強融會橋啊，難得你繞啊繞，突然你講啊講，水呀，夜嘅水漲袂太呀，無驚，爸爸陪着你，水呀，灑水漲袂高啊，無驚，爸爸陪着你。
站袂太呀，无惊无惊，爸爸陪着你。岁呀岁呀，3岁总袂讲啊，无惊无惊，妈妈陪着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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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爱陪着你。什么带个带了俩树，红啊红啊。嘿，红啊吼，嘿大摆创咧了个是上会叫的，因为一路来了了3岁咧吼，是像哎呀几袂夯咧，几袂嚼咧，可能去慢慢抬是自家有感痛啊吼。哎，就会慎重给感通。嘿，真是嘿，我看俺不用看遐眼色，其实基本两早来个妈妈咯吼。哦嘿。好，再个自我介绍一下，我按照郑崇伟、曾仲伟吼，我是曾以玲。曾以玲吼，虽然讲你的通常啊吼，哎，不过你是梁公婆哦吼，好，三类带来条歌曲是我为了你梁公婆写一条歌曲，按照幸福梁公婆，可能通常系当幸福，不过地位歌词啊，大家一看是第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是都大概变动用版音。好，你看到来那首歌叫按照幸福梁公婆，什么大家？什么大家？长得雪澎湃，太后你同我昨天赶路在，哈，比笑叫都感情不拜拜，生活总会充满他的细细挑战，跳河轮有你陪恋爱，爱你很有功夫，从头到从一步，无论发生哪个事情，只要你出后，爱你很有功夫。不离不弃不离头，用一用阿天数天有用两给不你哦哟。早醒看来想得很莫题，后来一起爱路自己，动作的不是要的叫莫题。后来你真是不爱来逃避。你爱
什么太感？希望台几个。哦，两公婆是在东南地区上来，真正的两公婆乐团。人家还很问讲吼，你做嘛要学做两公婆乐团？我讲日本人唔会欠呀，伊讲日本人即顺风也咋？错，系嘛？真欠。哎呦呀，唔要写咩啊？因为激动要打客家鼓、老矮显的衣服。好像可能怕那位在讲搭配啦，哦，即唱来搭配林老师用的，你唔要两公婆。广东讲哈，你出来讲起来哈，也是按台湾哈，当到讲客话的哈。所以去年呢，也有参加刘龙昌，刘龙昌、乐时、刘永强，还有个邱连青，邱连青，按球迷哈，尽量来哈，到了按美丽原地去，大家进一步的认识曾仲伟，谢谢，什么机会尽量下来，安子生，什么意？好来，接下来咧，从头起来了，大家原来更精彩啊！老师，好，嘿。菜鸟按到教学过来对位，不要莫朝鲜呐，青岛当有些咩传承客家文化的哈。除了姊妹两姊妹王姊妹哈，带通黄新慧老师，黄丽华，对，黄丽华老师。接下来呢，带通啊，也是20人年了。有差唔多哦。当有什么带通诶？嘿哟，见咩两个来诶？前两本伎俩啥？挨迄记下就会梅艳讲。乜解啊？挨迄伎俩啥？梅艳讲啊？係啦。抄嘛啊！去年呢，有写一首歌诶，客家委员会准选为最佳歌曲。哪一首歌曲？有见同发现。好，也就同发系嘛。听讲嘅家出来叫做西亚歌嘅吼，一同发系佢做嘅呢。好像真係佢迄些来嘅冇用按會做安尼啦，我去答數一下哈。伊用迄個青島呢條歌曲哈，本地嘅雙傑呢條哈來推薦哈，也希望大家多多來鼓勵，多多來傳唱一啲客家嘅歌曲，真能得發揚下去。好，然後帶來呢就係佢主唱嘅一首歌，有見同發現，也係佢自家唱，還有聽呢首歌曲，佢老公有咩客家人啊，講好老嘅，叫佢唱下唱兩人同心戀。來，共同來鼓勵鼓勵楊妹妹。各位鄉親大家好。江山流水红风光，蓝天台地何地风，斜拍同芳满山歌，鸟为浮添来披香，想起故乡老屋庄，飞身中何故乡，梦中迷梦有童年，点点七十八千风。有见同发现。
其实花千佛，有缘同发现嘞，满山雪花飘飞，江江雪旁有同发，一蕊蕊像故乡人嘞。有缘同芳雪嘞，花香故乡亲嘞，为故乡的美景，永发在咱心中嘞。有缘同芳雪嘞，满山雪花飘飞，江江雪旁有同发，一蕊蕊像故乡人嘞。有缘同芳雪嘞，花香故乡亲嘞，为故乡的美景，永发在咱心中嘞，永发在咱心中哎。杨妹妹再来，安子谁杨妹妹的粉丝在哪里？哟，谢谢大家妹来，妹，谢谢。等下落下来，咱创在看尊敬有同性恋么哈？好啊，等下出来，来继续带来个落下来，共同来，我也係萬言講啊。講不錯。嚟，帶來兩人同性戀。看到你嘅高山，看到你嘅人樣，用愛快樂在心田，快樂在心田。想到你嘅情意，夢到你嘅愛戀，甜甜蜜蜜猜夢魇，猜夢魇。愛你呀為你愛，愛你呀為你戀，愛你呀為你迷，愛你呀為你夢。同心戀呀同心戀，兩人同心戀。同心戀呀同心戀，兩人同心戀。同心戀呀同心戀，兩人同心戀。哇！大家雙手借給我。看到你嘅高山，看到你嘅人樣，用愛
俩贴白个了，俩别介绍啊！哎呀，真嘅有同情点。你这么来你的什么？那下波还冇嚟做唔得，你按多年呢？他个有看到冇？从头到尾歌舞。唔看人口中强强要上出来。安讲啊！係什麼我哋就合作嘅純粹嗬，把烏托留嘅歌嘅帶出銀河。都嚟來呢啊！推崇嘅風月同心。同心烏托。同心嚇，烏托。這次呢嚇，貼起嚟介紹，韓國呢，真係咧舉團嘅地方，能得共同嘅攞節目做起來就係啊那個茱莉亞傳播公司的。我們莊總監，莊慧茹，看面前這位孟秋仙。好啦，呢節目呢一直對下來，真嘅非常嘅神蒙大家，啊不離不棄，頭都未嚟下呢按到嘅來見到係嚴肅。兩定人情歌。係啊，哎呦，你有點解要寫呢條歌嘅呢？有哦。呢位楊妹妹裝嘅啊。係哦，係啊。好，謝謝大家。安子生。啊，除咗節目地方呢，哈。什麼啲雙頭嘅嚇單位咧就來扶持鼓勵嚇，安子生邱總，還有柯總，安子生嚇，也按到嘅聽眾朋友嚇，能得要按用嘅用心嘅來為啲文化先嚟傳承下啲嚇，來記得咯，我半夜初六到苗北藝文中心，晚上安排7點，下禮拜，嘿，你看老師你有看到要按啊？你看。妹妹粉絲團，感謝大家來捧場，謝謝安子生。安子生，你視障表演得好嘛？有心有童年嘛？有啊。好，來接下來呢，前面還有一首歌曲，你要有請曲總唱下上台。一首歌曲呢，你就做唔得記切了。係苗栗山水好風光，什麼苗栗嚇？曲總嚇，你哋係呀，按多年嘅心來共同嘅。你有請嚴重嘅長線演啦，吳勝勝先生咪唱下上來嘛？來，請我們所有的團隊唱下上來，好，還有我們余文忠議員唱下上來，來，議員站中間，好，來去地動啊，慢去地動哦，哈，來，安尼你看明顯，站中間啦，哈，嘿。好，來去到呢度哈，嚟，你大家唱下嚟行首苗栗，一首歌曲呢，講呢做演歌嘅苗栗山水好風光，大家掌聲歡迎。歡迎顧哥，你們也好，各位。有
谢太感，好，谢谢我们的和声老师庄桂如老师、张欣怡老师，谢谢我们钟祥清大乐队，谢谢大家，安子生，祝你啊传播，谢谢什么太感，安子生，是安子生，还有我们庄宏儒老师也来了哈，安子生，安子生。来，跟我们上来拍照哦。哎，东东老师，妹妹老师的家族可以上来拍照哈。